喂，陈主任，是我。大富豪娱乐城发生大火。什么？大富豪娱乐城发生大火？是的，陈主任，解放路44号大富豪娱乐城发生特大火灾，现场一片混乱，伤亡十分严重。那你赶快派个车来，我要到现场去。好，快点啊！我马上过去。老书记，不用派车了，我车就在门口，我送你啊。走。明天上午，省委那个办公会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给办公厅打过电话了，白主任说全安排好了。好，南平市的那个材料你准备一下，明天办公会议上我要用。我回去加个班也就是了。王省长，在南平和川口跑1天了，打个盹吧。好吧，那你也抓紧时间眯一会儿吧。情况好像很紧急。市政府的值班室吗？我陈汉杰，我问你，秘书长呢？到现场了。那他要找我，你告诉他，我正往现场赶呢。唐书记，有急事儿。我今天的态度也是市委，我正在向唐书记市政府的态度。什么事？唐书记，大富豪娱乐城着火了。什么？情况相当严重。消防队到了吗？消防车开不进去，400多人被困在火场，加上大富豪娱乐城又重新装修过，有毒气体四处弥漫，恐怕……好了，马上去现场。火势很大，根本无法控制。目前的情况估计后果极为严重啊！解放路口道路狭窄，消防车过不来，大家伙都在做准备工作。目前已经就近接通了5个消防栓了。无论如何救人，不惜一切代价救人，能救几个救几个。是，陈书记，我们已经这么做了，正千方百计的救人。第一批伤员和死难者已经抢出来了，我粗粗数了一下，超过100人了。火势还没有控制住啊！快，那边，快！可不能再添乱了，千万少死几个人呢。现在要是下场大雨该多好啊！什么？大点声！什么事儿，小段？王省长，
省政府办公厅来的电话，说长山大富豪娱乐城发生特大火灾。据刚才长山的汇报说，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88人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妹子！快点，快！三弟啊！快点啊！喂，王省长，您看怎么办啊？刘省长正在北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赵培军书记前天又率党政代表团到上海考察去了。不要解释了，说情况，快说。是，根据长山方面报告，大富豪着火以后呢，消防队很快就赶过去了，但是他们门口有很多的违章建筑，消防车根本就进不去，火势越烧越大，现在正在组织抢救，伤亡人数啊，可能已经达到100多人了。听着，听着。小段，马上给我接通刘省长跟裴军书记。是。喂，国庆吗？啊，你听我说啊，不管什么原因，火灾已经发生了啊，调查呢是不可避免的。你现在马上赶到现场，马上收集固定的啊现场证据。你很清楚，在这种混乱的时候，很容易出现证据移位换位的现象。裴军书记，我明白了，我立刻代表省委省政府去处理这个事，马上就去。另外，刘省长的意见是要按照重大事故上报规定，这件事得马上向中央有关部门如实汇报，不能隐瞒。好，那我就如实上报。好的，掉头回长山。是王省长，我知道。我现在正在赶往现场。要采取有力措施，尽量把伤亡和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。是的，立刻封锁现场，在火灾真相没有查明之前，有关报道不得见报。王省长，就是不见报，恐怕也瞒不住啊，早就家喻户晓了。所以，咱更要注意维护社会稳定，更要注意做好市民和群众的工作。事情既然已经出了，要冷静，要正确对待。我明白，王省长。现在现场情况还不太清楚，等把情况弄清楚了，我向您汇报。这么多人把命都送掉了，现在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你这个市委书记是怎么当的？啊！我问你，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你在什么位置？在干什么？说。王省长，起火的时候我正在南四矿开解控会，几万名矿工下岗的问题必须解决啊，要不然工人们会到省城去闹的。唐书记，我们的人全到了。郑柳，赶紧把消防支队张支队长叫到这儿来。是，马上啊！张支队在哪儿啊？王省长，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啊？马上到长山收费站了。啊，加速！哎，站住！长安同志啊，你不要说了，我有数。正因为知道煤矿失业工人的情绪比较激烈，我和省委才担心这把火一烧会烧出新麻烦来。行了，我马上就到，见面再说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快！叶姐，国庆，你看，怪不得消防车进不去呢。就是，消防通道全部都给挤占了。
张支队长，郑柳啊，就按我们刚才说的，马上组织警戒，封锁现场。是。另外，想办法把建筑物里的东西都撤出来啊！是，明白。减少损失，减少人员伤亡，想尽一切办法找水源。去吧。明白，明白。等我一下。知道不知道伤亡的人数？具体不清楚，估计得100个以上吧。啊？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啊，郑柳，王省长马上要进长山了，找辆车把王省长带到这儿来。明白。千万不要忽略消防车被堵的事实。经验告诉我，这个事实将来会成为渎职立案的一条重要线索。我马上对消防车被阻的现场情况进行录像拍照。在不影响救火的前提下，尽可能的多收集一些原始证据。这整个把这就都给堵死了。王镇长，您来了。郑柳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你看，叶姐，咱们这位女检察长怎么也来了？是被通知的吗？啊？没有，叶姐和陈汉杰比我都提前早到一步。叶姐，怎么王省长也这么快来了？马上行动吧。那我们赶紧走吧。走。王省长，我得给你汇报了。你说的检察院干的叫什么事啊？完全成了陈汉杰手中的枪了。陈汉杰说什么他们就干什么。今天接到陈汉杰的指示，把我们钟楼分局副局长抓了，弄得我们分局的同志很有意见。说这干什么？说这情况，怎么回事？这里的情况糟得很。虽然接到了报警的消息以后，消防队都来了，可是大火还是着了。你看，战斗的面铺把道路全给堵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片违章建筑简直无大事了吗？你看，这么多救火车都进不去吗？现拆都来不及啊！你看看这片违章建筑啊！哦，王省长，我们工作没做好。不是，你这违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做市长的时候就已经有指示了吧？那拆2年了，怎么就这么不执行呢？你批的那个早拆掉了，你看看，这是半年前才盖上的。是啊，王省长，陈主任不说我还不知道，这些建筑物都是新的，有令不止，防不胜防啊！这些人啊，胆子太大了。那你就把这些人全都给我抓起来嘛，看看谁还敢！王省长，这个指示我们一定贯彻执行。郑柳，到，你去，马上调些铲车、推土机，拿来把它推平了。是。哎，叶姐，叶姐，你过来一下。